咱就感谢耶和华，求叫伊的名，就用欢喜的心，服侍耶和华，伫万百事的中间，保养伊的所做，就用欢喜的声唱歌吟诗，学乐伊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作为。这是咱三个来吟诗学乐上帝，圣诗202首，讲世界为主耶稣，一句做咱标语，无论关山甲大海，拢总互伊为主，同世界为主耶稣，全人类会爱伊，无论家市甲山野，全世界拢为伊。请咱起立来吟赞诗。
袂好去。因为咱所在无完全，做身体也无完全。我对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，意见亲像囡仔。因为咱当对镜来看，无明。我当所在无完全。研究所做的就是信、望、忍耐这三项。做伙来吟诗学了上帝，圣诗204首，我真爱讲这故事，天顶奥妙的事，论主极大的恩典以及伊的大忍耐，我真爱讲这故事，因为我知是真，互我心安兼意足，行过红火红日，我真爱讲这故事，上喜也讲这故事。永远新鲜的故事，少年听我的主，请你起立，迎转手。
咱作为来祈祷，至诚的拜拜上帝，感谢你主爱的看顾甲保守，我平安经过一礼拜。虽讲阮逐人无共款会兼顾，有平安喜乐的，也有辛苦袂定的，有忧伤困苦的，有心灵不安的，但是。伫即成的主日，阮着上款的听主的心，愿有缘放落一切挂虑，来甲你的殿中敬拜你，真欢喜。愿阁当甲王牧师做领，用心教会宣教敬拜的俄罗团，来遮来做伙，伫即永恒的大家庭，用欢喜的心唱歌、吟诗敬拜俄罗斯。遮，阮大大献上阮的感谢，愿主会大大赐福你，重新教会会堂的中间，时间的顶面，人工兄弟满满的稳定，来得到利益因未来的发展。真爱主耶稣，阮给你按照阮的心思，为头到尾用虔诚、谦卑的心来敬拜你，来领受同为你所拣选。阮所敬爱、所渴慕同事来引带带领20个敬拜，让幸福遮的羊群拄着富有无者，同引带困苦失利的时阵，心灵了个水淡，通过今早起，牧师所传、所干净的信息，好亲像羊者得到饲水的草埔，甲甘甜的水泉。有正兄弟姊妹，有出新的愿望，有用教会伫逐项事工，也是片段福音的顶面，这个定心的活力，奠定伫个富裕的中华市的地区，竞争到福音的平台，承受耶稣基督宣讲福音，拯救因信悔改的人，带人回归伫上帝的面前。来验证上帝生命，真来主耶稣，你知阮的欠缺，你是阮的愿望。这2年来，阮好亲像羊无牧者，困苦失迷，直到羊者失去方向，行袂路。主啊，让阮迫切渴望，然后奉应阮牧者，含着无助、迷失的时阵，阮叫你的圣手接受帮赞。感动阮所要超找、渴望以来牧者的心，紧紧来奉应，带领我找迷失的羊仔。真爱主耶稣，愿意你，阮正兄弟姊妹，同工用心阮逐人的心智，用心装备家己，愿意做光、做盐，团结各肢体，拢总甲牧者同心同工，用好物。三听、尊重、包容、关怀，奉献充满听心的养护教会，听出家己的自我实现的成果，听出信仰领导，我每一位兄弟姊妹拢当诚做高关怀、再宽容，有听心的天使，当信的主来用听心来言辞，来接纳我所渴望。所以来的牧师，新的牧者，今日来福音，任何的羊群，是吧？我相信佫无偌久会看到，讲我教会要活出新的愿望，愿新的愿望充满伫稳定、舒服中，平安喜乐的上，特别听主的正向的机会的心中，我咱的恳求，祈祷拢是靠主的名求。阿门。